来看新庄这间便当店啊，找钱煞变做了钱。一个查某人客来买卤肉饭啊，75块一个，伊摕1000块出来要头家找钱。找完了，这个人客讲：头家，你减找我500。头家虽然有小可停者，但是啦，嘛是得500块给伊。后来愈想愈唔对，去调监视器，发现这个人先达第一厝的500块啦藏起来，佮来讨一遍500，所以害伊煞总了这500块。 人客来买便当，看起来无啥，摕大张的来介绍。店员详细算纸票，交阮哥哥找钱互人客。后一秒，伊竟然真实手甲500块藏去卡棒的边遐，放慢搁看一届，才一秒尔，500块已经无去，袂输咧变魔术，甚至好大胆伫咧店员的面头前做，搁在指控店家赚唔到钱。就给我们店员1000块，然后店员找他钱以后。 他就很快速的把500块藏起来，然后就跟我们店员说没有找钱。我们平常忙的时候不太去注意客人，然后剩下2个人在店里面，所以说又要顾店，然后又还有外送。 伫咧新北新庄福寿街这间卤肉饭店，店家讲当下虽然感觉枵疑，不过也是先相信人客。不过人客挂嘴暗地无啊，行为怪怪，调监视器才知影哄骗去。啊，那这个查某人伫咧新庄真济景点，拢用同款的手法。然后拿着一张1000块，然后总共会找他940块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点，因为我刚好店里没有500块了，所以就拿9张100跟40块给他。他说。 没有500嘛？我说没有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他去车上找零钱，然后就走了。同一个人同款的清查，这个搁摕大张的来到化成路的一间挂包店，点一碗控肉饭，想要用同款的手法共骗，想袂到店家拄好无500块的纸票，查某人怎离开？随到目标改做隔壁的低卡店，这个有骗到，就把500块收起。店家普文提醒大家就要注意细腻，下保安提告，就惊这双摇摆变魔术的手，把店家的艰苦钱都骗去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